今日要挑戰嘅係螃蟹側步，一齊起身試下啦！呢個動作可以鍛鍊髖外展肌群，仲可以提高核心嘅穩定性。將阻力帶圍繞住雙腳，膝頭微曲，保持上半身挺直，向右側大踏步，注意保持下肢蹲低，然後轉換方向，大踏步至原點。完成，重複動作3組。係咪冇諗過阻力帶都可以有咁多款變化呢？睇埋其他片，學埋佢咯噃。follow 我哋就可以獲得最新嘅資訊。我哋下次影片再見，拜拜。